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又嚟到5月1號啊，今日就有啲歐霸、歐會啊，仲有嗰啲拿超嗱，咁今晚咧就提供3隊畀大家參考下啊。一隊拿超，洛辛堡對住基斯迪辛特。一隊咧就歐霸嘅熱刺對住波杜基連特，另一隊歐會杯佐卡頓斯主場對住車路士啊。首先就睇睇呢兩件利物浦嘅特別版啊，一件就係黑色黑灰色啊，一件就係綠色嘅熱刺嘅特別版。都係咁嘅價錢嘅啫，88蚊包郵到家。有興趣咧就留言畀我，我會安排。首先今晚講講第一場嘅洛辛堡對住基斯迪辛特拿超洛辛堡主場就比較惡嘅。拿超呢啲波咧我就睇好個大同埋洛辛堡。而家咧就洛辛堡-1.75嘅。呢場係稍稍略過，就睇好個洛辛堡主場能夠擊敗基斯迪辛特，再加個大。另外一隊咧就係歐霸杯啦，熱刺對住波杜基連特。熱刺咧就呢輪近排嘅成績都比較差嘅，再加上孫希文出唔到場因傷，熱刺而家喺聯賽就基本上係冇乜嘢爭噶啦。睇下可唔可以爭返個歐霸杯。而家熱刺咧就-1.5嘅。呢場波我都係睇好熱刺主場能夠擊敗波杜基連特，再加上個大畀大家參考一下。另外一場咧就係歐會杯啦。歐會杯嘅佐卡頓斯對住車路士，而家車路士咧就客場讓住1.75。車路士又係暫時嚟講就睇下能唔能夠爭返個歐會杯，下季咧就打歐霸，或者係睇下有冇機會再保住一席嘅歐聯嘅。我睇好車路士客場能夠贏到2球或以上今日就到呢度，祝大家好運鍾意個頻道就記得點讚訂閱一下，轉發畀朋友。祝大家好運今晚聽日再見，好，拜拜。